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明世让我这副眼渣。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因为以往自己的戏路都是比较正向励志一点的戏路，那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角色，那演得太好了，真的还好我出去没有被人家泼热汤，至少目前还没有。就是我觉得明世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大家庭，然后能够参与这次多情城市的剧组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就像刚才许仁杰讲的。其实我觉得陆哥他会让我就是比较轻松一点，然后就是每天常常就一直在那边煮火锅这样。没有啦，我意思是说，觉得这个是一种会让我觉得说，不会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，不然其实我们每天台词都很多，其实很紧绷。还有小编对我就是特别要跟小编就是感谢。对，贝贝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 NG 的片段其实当然不是说提倡要 NG 啦。你想爆料？好，来。真成功在收拾室里面不止讲一次，他最想上的其实是每日 ENG。他很怀念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NG 片段被小编呢把它变得就是很有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。我坦白说，其实我自己也会看啊，包括我老婆，然后在睡觉的时候，还看到那笑得嘻嘻哈哈的。我说你在气我啥呢？他说你们的那个 NG 片段真的还蛮好笑的这样。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有渐渐在就像刚才董事长讲的，谁说我们的剧是 AOKK？ 我觉得不是，我们现在的剧已经慢慢的走向年轻化。甚至以后，我觉得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东西出现。那当然，在给这个加油这个角色呢，我要感谢很多前辈嘛，应该是很多前辈嘛。然后还有我的，就是尤其是我的对手是燕佩还有嘉文，那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，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也可以让我把演技。就是，真的吗？我也很棒吗？真的够渣好啦，反正我就是觉得说，是现在的收视率破5只是一开始而已。我觉得以后应该都会是5以上。谢谢。有没有谁想喂谁吃的？有没有谁想互喂的？有没有趁这个时候加油要喂一下？是，好啦，加油！你想喂谁吃？我们要那个来加油来，我们要加油来示范一下如何正确又卫生安全的吃爆米花。因为现在是防疫阶段嘛。思思来，思思想，我们用交换体液的方式。好，交杯爆米花，交杯爆米花，交杯爆米花。拿起来这样。对，拿起来。我以为是用来撒他的。思思想玩重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拿起来这样。好，我们这样，要有爱，要有爱啊！让不让就这样？还笑场！1、2、3，很棒，恭喜！有谁想互喂的？有没有趁这个时候加油要喂一下思思？是不是？好啦，加油！你想喂谁吃？如何正确又卫生安全的吃爆米花？因为现在是防疫阶段嘛，对不对？是想我们用不交换体液的方式。好，交杯爆米花，交杯爆米花，交杯爆米花。那个拿起来这样喂。对，拿起来。我以为是用来撒他的。是想玩重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拿起来这样。好，我们这样，所以，对，要有爱，要有爱哦 ，love 这样子。还笑场。1、2、3。